其實巴士對好多人嚟講，只係一種好普通嘅交通工具，但係對我嚟講，巴士係一種好特別嘅嘢，因為佢滿載咗我細個嘅回憶。我爸爸係巴士車長，細個嗰陣時，我最中意搭佢嘅巴士，陪佢做嘢。每次去到總站，爹哋又會休息一陣，又會再出發，風雨不改咁去接載唔同嘅人去目的地。當時我心諗，我大個都要做巴士車長，延續佢呢個使命啊！但係大個咗之後，我就冇做到巴士車長，就用咗另外一種方式去延續呢段回憶。每次認巴士嘅時候，我都會諗起我爸爸嘅身影，同埋呢段快樂嘅童年回憶。唔知巴士對你嚟講有冇啲咩特別嘅故事呢？大家好啊，我叫蔡麗娟。嗰段時間我好唔中意返工㗎，覺得好悶，啲嘢重重複複，唔知做嚟有咩意義。嗰段時間我好多謝梁姑娘，佢察覺到我嘅情緒，帶咗我去參加雜染班，學習藍染、藍曬等呢啲技巧。見到成果咁靚，我真係覺得好自豪同滿足，仲越嚟越中意創作。有次知道可以喺天星碼頭做展銷，我仲主動舉手話要去啊！嗰次活動好滿足，好深刻，見到有人欣賞自己親手整嘅作品，真係好開心㗎。忙完之後，我同姑娘一齊搭摩天輪，享受夕陽嘅美景，整個過程好開心，好放鬆。有時候覺得人生嘅旅程就好似摩天輪咁樣，高高低低。重要嘅係，無論將來條路係點，我都可以有動力行落去。攝影對於我嚟講係意義重大，生活每一個重要嘅片段，我都會用相機記錄。不過自從我中咗風，半身都喐唔到之後，就好耐冇掂過部相機啦。諗翻起20幾歲嘅時候呢，同同學一齊加入攝影會啊，買相機啦、長短鏡啦、菲林晒相啦，唔知用咗幾多錢同埋時間，仲將屋企嗰間洗手間整成間黑房，喺入邊沖晒菲林添啊！我仲好記得第一次成功晒相感覺啊！我以為自己冇機會再體會呢種快樂，估唔到喺70歲時候可以再一次參與攝影班，學用單手影相。我嘅作品仲有機會展出，多謝你哋對於俾我呢個已經中風10幾年嘅人，重新發現對於攝影嘅熱情。大家有冇諗起一啲嘢專登上去食啊？對我嚟講，煲仔飯就係呢種食物。記得喺以前，爸爸成日帶我哋成家人去廟街食煲仔飯。爸爸叫咗黃鱔飯，話補血益氣，但我嫌佢醜，就同媽媽叫北菇滑雞飯。不過係好耐嘅事咯，阿爸阿媽都唔喺度咯。但當時嘅歡笑聲，我仍然記得好清楚。今次去密碼班，正好話煲仔飯，我一邊話最愛嘅北菇滑雞飯，一邊諗起屋企人嘅歡樂時光。我諗我咁中意食菇仔飯，我真係覺得好好味，同埋呢樣食物承載住我同阿爸阿媽嘅回憶。我一心透過呢個畫作同大家分享呢一個故事。